请听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一回问卜之一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金江是因为男人金龟生3个初五出去，加上几个月下来阴中习武。这个苏州人三个非洲来表想寻得着当家人的还不久，哪怕让昨日压力落个低，这还3亚块忽悠一人风。吃到房间的张来郎向个面头油精，他到吕白郎怕他们一的200。这个其实当时我比金子没有啥的。叫财不富无让，但是讲呢，马子里面金子一上一说不话事，金子地表关门。那是不是因为男人出去是福州的还泥土气？这张来郎的头油精是家事里向，头油精当山口上去就是不头油的意思，娘娘泥土气。马上我皇帝海进来一只娘娘的新郎门家听个初一。到庙里向去设下具体门门凶吉，那么老中国皇帝是这个不觉得，那女律几百到庙里设下，东家也是不拉不离，不大好。娘娘那个汤是真正泥土起码要实干，你去听一个哈先生在屋里来动动口动分拨的说明，来门门凶吉口。那么娘娘是蛮好。上上火去海呢，是你金家的一个老房靠3当里向个五哈子，一个名字叫胡凤喜。3家里胡铁口，1家里胡半西，本事蛮好。那么因为老房靠家私里的说明收到你大家不大部接力了，我把嘴上海里外头比较多了，上这个从铁布两房来得高档。这京东娘娘讲蛮好，那么要门家去喊得了，分析的金家里在屋里阿妈娘一听见门家要起口说明么金得来的，7、8只来没啥子，你都是鼻孔天下不漏，这样一来门家可以口说明。这边屋里阿妈娘一沸沸扬扬一讲么需要去走出去，顶怪不拉铁布两房下。金家这个情况一进来得高档，现在晓得京东娘娘泥土去丈夫男人不要让外头不吃个么来得真好，晓得要去听五哈子嘛，五哈子里头还认得的。天涯黑子看到湖中西屋李官家门家金家里海来起口说明，来半夜说金官生西让外头，你个里向汤是龙沙的雨水么来有好吃，门家来到金家里去汤是不能讲说，那么叫上来无先生。你金家里向有2个屋里在当你认得挖水的，那3当上呢，哈这个生意也没必要做。而且我京东娘娘记载金官生记载金官生那行个事体，京东娘娘那行个情形，统统在讲不听。我哈是觉得亚体很困难，门家在金家里去要说金官生死，这个京东娘娘不得了，当行门呢，听到别人家在家里吃老虎，而且我去的多皇帝。那个人子们不吊起来，不得发什么冤枉。他之前在听个初一的还说了自己受气的了伤心。某先生那样子，一个上龙面孔，身体碎得来，腿上像一个发皱，体力不够。这别人讲嘛，有个么是肉的，鸡发皱；有个么筋的，台湾的么钢香。脸上实在比较，一根棒杆的，用剃光不是。身上像一条河布个上木杆么2条臂膊谁的谁，他这头下里，叫啥个吴先生，搿辰光那生意是好，进来一塌糊涂，去到金家里个皇帝这个路多，啥天么到底空心呗，哎呦，这个在海头面生意越好么越好，那港务局用了浪也好得来，灵得来，生意太不得。你刚不就用得不得法，也不灵得还马上不灵，因为你特得空空，那是样样不灵，
那天是7口生命，那是12个，哎，让自家弄个身上，哎，好起来好得了结婚，是错咋好？这发令起来但是公关不灵，你好起来，你等那在浪顶头做乒乒乓乓跳，听他说，好，对的，惊人，精气神，听得蛮有劲，一下。那声音说的基地中台湾的一领导，好，楼后人情。龙儿你听这个师傅出后的那个，那辰光说的上帝一下，越是越动，那个越是不久。在这个辰光外表下来了，有大。那么说的斗地中听他要跳起来，一领的，听师傅来我之上都觉得好听。你要从晓得你吃力的娘，你在地走起来不至少，一领。那不灵起来，但还就不灵，那说的香的也不灵，啥的完了，7、8的，啊，一中心又用不着过，说的滴也不灵，人家东西都2分出地把这个抬起来，那个难的。那么现在我的听咖啡剧嘛，像补给的辰光说的上帝，可以，那可以，吹西都弄过，但为啥5个人达不到？那说的斗地嘛也要跳起，跳动的，那个水舞节啊，一来性的进步，这还样样分。因为那是事业说得好，不是容易，不是说太活龙香的，所以还解决问题的。在这样子呢，整到活龙香，在这跳，啊不一定。没呢，我身上在海古些的什么那手气，去年么弄把手指来拉手，而且个瞎子在海收起来了，你不让火分你。把你个双眼睛，已经收眼睛，我想大家也没得看不出，这个口上面难过个蛮闷的，那还出家人胡上啊！你收起来多收衣裳的，你不让火分你个收衣裳的，因为你个把水晶啊脑木，这种脚背抬掉这个脚背，你不让火分你个，你多让你口也不行。因为你噔噔噔噔出屁的奔来奔去，容易出火。我身上都拿武器的是切狼口，不挂能通天地理，落叶水人怪人机。小子后中西开摆起口的，外头顾这把公子怪过去，我香龙木拉皮相助上然不敌。神王体、刚东体、喷体下的批动，是云龙的真哈古大家讲我后半生，一里的是几年云家3亿500一点点，落当家仆神王后外落当确定的当皇，自家打自家宝宝不如，你不生意的还在那屋里自家宝宝。哎，但还今年下半年要改运，这个斗命运不知哪个法。今朝出一个西施门的张良之相口，来哇，后先生有个几户人叫来往，专门服侍你。我总之是俺们哪位用得起人呢？实在是个苦些呢。小娘不在去这么那里也吃口饭，帮你走走，工地不挪改，真叫米台呗。我个电都啥大好人呢？富上之人，但不是介绍的，实在没立得下来是富的人，娘是上居人，想么讲了军用分龙那么富上去，电都开出去来挨枪别的。来往，面孔黄胖，认得来自了兴旺，不扩张，弄得了家里的大王。大哥，要吃了，听到那个声音，我里想把它翻出来的。啥了？来老是啥么子？我不让你吃豆皮藕。豆皮藕？哎。其实我现在也等来说，我说你要的喂，我说你要的白怕做不能收腰带的。这确实吃个呀，来帮我贴个铜的。啊，
就叫我帽子为了派出。怪想我多搞点事，多搞点事。我落地。那么我去搞这2点钟定时。2点钟的了。那么30分钟呀。也是句话子吧，我吃上去唱的嘞。我有些人嘛，分我到山花灯劈的子了，多了还摔个呢。山花灯要摔他的。哎。有些句你懂摔一下的。这外分棍了呢。外分棍啊。外分棍嘞。哎呦，这个到台子外些的吧？那么有些人嘛，我看见墙头洞里有2只花子嘛，分捉进去的摔他这个种手摔棍的呢。上面的墙头洞里2只花子呢摔他的。摔这个的哇。哎好，我你调那个保卫啊摔他的。我是真晓得吧？调妹啊，这面子不行，吃药被弄到保卫啊去的。那么有些人总是说真子嘛，呢，勾得这个脸子我们起噻。我是没还听过。来往，到屋里顶来统统吃脱子吧。上不来吃完。我才是地汤。才是地汤米手不大。我吃了不？说不得人家听上。我多了说不清，这吃了不是总归说得清的呢。你也有道理的。是我的了。这讲告不难听。一个人家3日天不吃饭，地头皮过强，你当把点神气出来啊？晓得？我是没有这样生气了，都你哥哥里向里不争气哟。第2句，你来子啊，我不能表一笔上。哪了？你将来你叫我啥？你叫你啥了？你刚刚来的辰光，我得发个当天，你叫我相公的。还是蛮好。原来我生意台湾地的，你相公不叫，这叫先生。要去锅里就是先生弄。我拿手到还得叫大锅子，这句个是我来要讲外头跑在那出。饭不吃嘛，炸大锅弄。弄啊！你才遇到这个弄。米汤师。米汤师啊，这有本事。那米汤师嘛，弄出本事来这叫。老师嘛，是本事喽。这句啊，那个纸花里面顶都咋晓得？来本事。哎有什么？我可不来，来什么？要拿点神气出来的，不然人家引来引我还有生意的了。我不吃呀。不吃嘛，你拿口的呀，是。我不吃。但你唔够的，到米本那割的，来哇！到米本不对，我哪割的了？这又不是米本喽。哎呀，我当米本呀。米本嘛。我说你夜里向我肚皮实在我不够了，分我到航口的平台上，点子17块5百饼的吃这个的呢。17块的啦。那么拿我1块分去了。我一口子吃只在外分半个了呢。大江之粮好吃。那么搿只啥物事家？搿只嘛门口头都包了啷个狗脚不头领导。哎，想出了，我们在那狗脚部队里向。咦，这水军哪放了去？来哇！那我个水军的确是放了去。那上哪户弄个？我自己我弄出来吧。别出来，搬家布。哎呀，我不晓得个。哎呀，搬家布里还要搬家布，我这样子要遗传万年，我晓得。对。我用到那种不会哈。做啥了？老师们有啥吃的呢？老师我晓得老师。你晓得最可人忙进来不晓得老师。老师不米太太的，立刻当真迷失了。我18分头的了呢。18分头了。西靠这个最头名别人在他的啊，5个人口气。你上门。你死了！哎呀，这是虎啊！也是一招。来哇！糟了。来。哪了？别搞了，我包了个大浪洞的金福几套。
先那个出来那推子动的毛子花，来汤锅里上撒花卡的。你怎么管我今日这些动地呢？到那从外面去把水喝。不空到那去把水，为了哪了？不是花呀。那米汤水里两大个呢，来到汤锅里撒花卡的。不是个呀。啊。这是蟑螂呀。啊，蟑螂！我来等等，我记得。这海飞上啥是当你呼的？对比在那家也那样。哦，下次来我总归认得呢。水这里，水这里。啊，有什么？等到那米汤壶水腾，你已经当阳处，香浓里下去摸到三支香做一做戏。来王，安阳呢？写出来这个戏名了。不香么中早要分养了，这个香中为什么掉一点？安阳了。哎呀，两头带着个怎样？没错，这个一讲人讲舞起来很高的，一根香两头上。香炉里向要进木香，猜他们红心当不下去，空的，实在个惊慌一塌。哎，谁死啊谁死！弟子再这个穷不起。叫先儿之后中心。为啥能刻薄王一灵啊？我的月季里你们真可恶。近来的中人理到民不是过不薄，穷得我心上起莫过。哎，我脚大不认地，我头顶不认过，弄得西施门里门相错，不饭吃怕做，杀人花来鱼来肉，我的来往么彻彻里个哭。西施啊，你也把与我提子，世间愿一句。发财与发福，这他自家的我对定自家好，西施门里的头相做，我小子饭我再泡做，马子鱼我再骂肉，吃得来往多让小么不肯个哭。西施啊，帮忙，再穷不记得啊，帮忙，实在穷不记得。来王，这个。十百头一头，拿个脚包去过一过。脚包别过这个债。哪了？我说你要你忘记这头个呀。我这样推脱个了吧？推脱不推脱个？哦。我说你要你气头疯了，快脚包挂一点三头。脚包的三头。三头。那是不能过的吧？那么有些人我想办法呢，去脑子跟来财人了，马上再跟上台浪上一帮么帮来了嘿。只要把绑子起来，不绑子起来个怎样？没好，我只要把弄得神抽所绑，总归弄不了。哎呀，我弄到哪个小区总归弄不好。以前都让大缸涨的辰光，在外头往里来。开门啊！来着！开门啊！来着！别出来！走了。你再给我推来人是？女人把门哟。你还晓得啥人？你是不晓得啥人？不要吃了，你还晓得我先生他早子都不够。你们听上啥人？他是做成我生意的男士先生拉海，他找个男为定我出气的。阿伟啊！我看看啥不会说自私呀，还去这个装。那么摆出来。我是啥人啊？是老汉。你来做啥？看侯先生。来做人生意嘛，你地上拉我里了，你来太咱们地上不拉我里哟。小娟，你开吧，你开吧，你开吧。
来看来看。哎有什么？眼睛过来，手机他们门一开，一看我认得的。哎呀，后台上面的人来，王伯伯。兄弟，先生在家么？哦，天上老屋里。哦。老李氏。好好好。王姥姥打进来一看嘛，这个胡哈子已经立起来。啊，侯先生。叫啥个哈子的眼睛不灵，那个耳朵特别灵，那个耳朵不能不灵，不灵是你聋不聋。王定老伯伯，哈哈哈哈哈！真是老汉！哦哟，老伯伯，上有问几多啊？哦哟，你想好啊？啊！哦哟，啥个这天忙上来，红光熠熠，气势好的。我有个两根竹树口上下也听上。先生，你的茉莉比从人好些了。这里哪里现在光亮不走？怎样看得出老汉？可是看不出，怕你磨皮。哎，老爸爸，你拿这样一把年纪，怕磨皮也不懂cha，石头子不带难为定的了。两家的约定如的，先生生涯好。爸爸，3年以上不要离奇。3月份天气下起的，哦，今日里可晓得老汉的来意么？爸爸的来意人，有什么关？去娘娘命我一句皇帝，爸爸真对不起。我想文罗地么送得来，10来岁的结局，也还难托付爸爸对不起。10万岁的苦死的我是送得来啊，爸爸对对不起。先生，你弄错了，老汉不是要放心。那么你来啥题？我们家娘娘相信先生文博。你的娘娘也喊我文博，哎，没好玩。老爸爸对象嘛，刚刚定了对象真的多，问的啥事体？我只要在此间文博，要请先生到金府去上文博。我还是想在给他来文博为收入。京东娘娘发了郎，让我春智慧。在金家里去文博，京东娘娘从廊当中喊我听得不靠不枪枪亮起耳光，那么真的点起来看沙浪里向外头不你晓得。那么那你安一点，这做生意看上去不来塞，还是外头特地吧？爸爸，啊，你不得晓得我们的人，先生为何发现啊？这样一口一个人的巨额到底不能说。哦，就是刚刚我当年13亿500个句闲话啊，骗你，我骗你。哦，3边的人刚刚谈，分上海湾后屋的收益5、6倍的了。要么在自由写出来不关你啥的。这个娘娘也喊我去文博嘛，今朝我实在不空。今朝我这个也在许士官之家里喊我去合婚。那么门前来讲，昆山王家人我不能去外头，还要去一趟。那里是富士我家里人，还要喊我去给你讲。今朝不空，明朝不有空，这个月里不这样有空，下个月里不记得有空，今年咱总归不会有空。爸爸，开年再说吧哈，你开年再说吧。先生的生涯这样忙碌，稍微有点做作。老汉不敢请假，开年再说。谁知道皇陵回去拿了张铺再来。我张铺上，先生生涯好了，请我们金家的房间可以一笔交清了。爸爸，那么托南雨先把这个大雨去来吧。啊，你别杀死我们，我什么子哈，我什么子。王宁晓得这个心思。那么是建议娘娘凶名神婆，因为外头台上叫京东娘娘吃了，
你放心，你娘娘真的天天的，踏平平起，欧一致，总归后妈的绑出来一根，让个皇帝是拿下。爸爸，那么既然你说的是俺们，我跟你去，爸爸别跟我胡哈这个点性命嘛，托子难在，哦哎，托人到底不是托你，叫托人托子王爸爸，哈哈哈！问题啊，天王，胡哈子这个来定心，你们到底想一起武艺上，叫啥的腿浪向打一定叫风景。啥叫风景嘛？这个四大过来，把那老人外头，东南西北的风侪吹得顶。你打个天文台这样一张，身浪向在一有色西说自家的海情，今朝记听个初一，说听个初一做自家，不要无所说来个，你这个自家或者皮肤的自家，有色西说的花头上。用自律努力搞起来，叫自家海体。浪费成年都3本，你想你发说个么子还不成年都3，别瓜子眼，你不分活跃着，身上个坑大概有10岁所差不多。这浪上去搞一双马，这双马不低，一发摆在这毛头上，再还经过摆子上，口东口武，一当过里刮一刮。一把椅子肩高浪前的，水里向挪一个明浪，他身上这根本的大的眼睛，通通来是。来王，你门听好啊！我跟王林老伯伯在金家里向去做生意啊，做这做生意出来嘛，当然12万来7万啊。你在说上好去啊？金家里。你在金家里去啊？哎，都管我去那边去个海娘。这卷我本来我买你啥天啊？哪了？你今年几岁了？45啊。你说啥？说的你当保不是啊？你说啥了？说养我。怎么还多啊？你们说养？金家里有来好不养？你在金家里就是养了后，看骨头养不上走来个娘。哼，要吃了，你还有好呀我跟你。去那边去个海娘。别结婚啊！他平平去偶一走。说幸有生意来嘛，来海里等些男生意身上就要走啊。搿搭你帮风还在。你生意是不来干。你哪些都不来？我一直讲不来哟。怎么做新单进再来呢？我不回语个哟。做新单来呢？我随时来个直播上，你们我要回头他里子。哦，你当预告写出来，我要回头了。我是起来你都看直播上要中国龙饭，王世忠我中国用的噻。哦，你到比我开起。直播上要龙饭的噻哟。你门口还不要1888来推门子啊？1888不回来。哪来？你看到上不少推个怎样？呀，出来，你还有好哎我跟你讲。我重要。爸爸，根本你听打，听打。王那里民党队长到底打一部门林志宏先生一大路出不来。就说在金家的厦门跟随刚刚要领进去，瞧着，在那龙兴地当里吹张事体，怕一个小二郎来喊皇帝马上去。搿桩事体不要老总哥哥的。那么皇帝想讲在我趟是在龙兴地当里去嘛，搿个吴先生500人领进去。王来一看嘛，门上看门的最厅那门口，实在关那个事体，结果根本来不及多讲。在最厅看嘛，支持胡哈子，引诱男领进去吧。王来要进地当里去，不晓得男最他妈个吴先生哈子，你就不晓得。你当时皇帝牛了浪多的，爸爸，俺带的啊，爸爸，俺带了爸爸，啊。俺带着讲，最听大块头，到底来吧？我不记得。说娘。我不是娘听不出的。他是脾气蛮憋的，我不是娘听不出的，还得被俺听出来的。最听都说。到底来吧人了。都说啊？哦，你那里熬的呀？那里熬的呀。王林88年。王爸爸因为地当里有点事体，关键我领来进去。你领我进去。蛮好。那个李香兰啊。好。到门房给你收拾。好。那个椅子台上放一放，明朝补备改一改。多谢。来吧，遇上又不记得。是不是？那吃饭中呢。别忙呢。
一天你是吃苦饭吃白肉。你肚皮饿伤的，第三不吃没吃点肉吧？但第2大月一来就吃肉。什么闭关？不好啊！哎，对官。都说啊，一让主人养为呢。啥家？刚去。哦。嘿。哪了？一句来古话。哦。叫春里火火吹不好。冬来秋白第一趟。哦。今朝天个初一，春天个第一日，那不火炉拍出来吃，那是对刚去。我是说到不给。有辰光神人个里我也要拍不好个呀。哦，神人个里个是太阴凉。哎嘿。哎，吴队长。啥有个记得吧？是吧？跟哪不到天津来出来最高了？这个日个天出来啥去？啊？也不生意。哦。说得没人吃的。哦。哎，还是我的想脾气。我也不行，我觉得没生意就没好过。一进是第二代给买好。哎。进来不来了？我进来不灵了。咯咯哩。哪了？运道不好。我运道不好。哎。都说。我本来生意是兴隆啊一零啊，只为理你运不通。我自从家子入当兵，我的一将骨头在当空。吴队长，你没靠气质，你嘛不吃句子干问，那是讲你们世界之初一。哦。老五，陈寿明我老总，去了什么东山梦？你这组织一点钱你的路，你哪会穷这个干？哎，我是不错。啊。叫国语节日行行，请我去马用。别客气。哎，我个穷么真穷。他比把他的那身量500封。我个是穷客，搿当500封，我有少然后有封你来噻。我个穷么真穷。谁让黄金也比动？不看你这个。我个穷么实在穷啊一零啊！我穷人当中是祖宗。哦哟，老弟我比你喂，我晓得我穷个嘞，穷人当中是祖宗。哦，你说我祖宗啊？那这个辈子你还是穷的，是的，这个。那个中哎，我明明对我比你我别客气，那边客气，一百门来叫。我是客气，我那儿子。那我跟你们就是个对知识想经过15了样子。哪了？3年大刚讲我娘呢？你说对。我娘呢？你怎么？我娘呢吃点心。吃点心啊？我娘呢吃点心。吴队长。啊。点心我家吃过。已经吃过的。哎。你怎么？该那边提你了。哎，你呀。你这是上门。哎，门也不去呢，我这你。头上去不落雨的，不外风凉。吹来风呀。哎。这西瓜子真过熟了吧？我娘呢？至少。我娘呢？哎，我说这你上去吃了。我娘呢吃饭多。吃饭啊？娘吃饭多。吃饭没走了我。怎么样？点心加去吃饭走了。我底下开了双眼眼。怎么样啊？多少？你早上吃点心是从不吃糯米的。是的，吃的。你看嘛，我吃吃糯米没叫东高吃啥么子？这哪边今天都有动力哇？我不是讲讲。那么你不吃糯米吃啥个呢？粥。吃粥蛮好活络的。哎。那么那个粥还是自讲选的呢？那么还是里向生孩子拿出来？你问你多少？还讲。里向生孩子送出来的。那么还是把那饭桶里送出来的呢？还是把那水格里拿出来的呢？你问你多少呀？还讲，我当然唔少不样讲。水德。哦，水德里拿出来的。哎。吴先生。啊。那多少？啊。多少？他做句子阿姨。啊。
我让莫找谁的呀？我晓得。哎，上姐。那我这些理想送出来的做难读书吃不听口嘛。我还知道你睡住了像河头里。这个说起来你那头领哦。你刚刚听出来了。我离子两粒你刚刚听出来了。我你那不在第10个你。这第10过去来得及了吧？可你来这十字马弄到你来吧，你今天吃地精嘛？你要听我吃地精啊？只要来为人个。最晓得你来得过来吧，一直话子了。不是吃地精。我海2碗糯米，刚刚一吃门都忘的老爸爸说，稍微喊我起口手。那么我上不了来往吃开。我现在我今天吃地精，来得过来吧一个。能比这个普通呢？来得上你这个，吴队长。你米啥呼吸的？米人是生命在呼吸。可没喝。开的了，新开的米锅了。没是喝。可米细细。汤是听。鱼是做。米老快切的了。这中药真讲究。多少你不能搞的。你这个3块啥子我不来是的你。我来接毛问你不来。毛一碗。他都不3个。这2碗的。现在不是有2碗的。来头下。我去忙忙来了。是谁来了？就听出来。马上真的去毛米听你吃你，不拉黑。就听自家就中人搞的挺难吃的。来朋友现在你找我，就会在那里溜溜，到那门口冰子一些，一只牡丹打个秋子围住嘞，做得蛮像打进来。我说你来的？来的。你孩子都送内容不让自家弄过。你孙郎想当书，你这个光摆着我衣服够了。吴队长。我当搁在米锅里。孩子都送孩子呀。不钱。哪来？介绍搁得起了，新开的。一个毛个米了，硬胖10分，东方不样。所以说一个责任了，盲目一步步为害。那么我当够得起了。你讲嘛，他就得去。为何为义务嘛？为何嘛？那我不忙呀。啥地方忙？因为我讲来要2碗的了呀，毛义务嘛，你现在不找不养不给不干么事上，那个义务是真不忙。你哪姑娘？怎么说啊？你哪姑娘？我们不能做戏，做这么难水，毛子义务总比1万不去喝。你哪姑娘，米不吃不养哈了，我个脾气，说是挺难吃了，不也挺难吃的。你有这样种脾气的？那边哪个？这个你分啥呼吸的了？我分在一中医馆。我没喊你在一中医馆，我们说，我们来带个汤头店里的，起码个10汤头不能吃。还有那能比呀？能比这个？能比就马10汤头不能。他都10都泥着。哎呀，新郎呀，泥着的，这个来等下，我谁来个？就听那个在熬的饼子什么味进来。来子。来子。这个还有3分子了。去这个汤头不要3分子，不是孙老弄的打鸡。我要3分子。队长。我当搁在汤头店门口一口了。就是一桌上个10杯了。麻木100个不麻菜。不能还吃个怪他的。不是吧？昨娘开开。明天开开，谁大今朝不开？我晓得我要吃汤头了。不是呀，你到门廊下贴张红纸头了还？搿啷个标志一个字？教育昔日谁定一天？你说点开了太高。我吃点心你都太高了。不吃。给我生呀，队长，我个脾气要到那些。10次听难吃，8次听难吃的。你为啥听了？我汤都不养好了。刚开的饼台上像个好光吃死呀！我关键到送一送，去做个你一个好光不能吃。别。那不来个。说了。不。你跟我们比的呀。分我2碗米，你个汤都吃8次。再吃我要吃哇才不能吃。溜溜来朋友别动气，溜溜别动气。怎么说今朝都娘娘汤是看我怕是来起苦受命的。托那天去冰山娘娘来说我来吃。今朝汤是呢读书一个是烟气明星香。看我白呢到那溜不香香嘛，我走去戳地把子肚皮了再来。哈跟别跟来朋友别跟哎的，这个我马上进去禀娘娘马上就有回分的，你再会收拾下我就来了好的
这一天也想进去了，想哎呀，我这次哎，没房间里上了一个人，不眼睛的呀，跟你不要跑的用上，别唱歌不认真呢，就这样不没事我也白个，那么哪里？我相信的，后来拿手门绑回上，哦，一手门里忙着你下去，他是听起来守门还要好，来几个守门用法了守门法，阿为专门来挑皇帝的，皇帝不准的点起来要刮他，西洋里向外边不晓得，36朝最外上法，来守门我得开门，东西啊，门廊子说大子，门打到手上的还刚刚一把。喂，洪先生，我还是一好，就那个门手会得开开，一个女人不，我老用买进去的，小娘。我呀，你小娘？可是我不是也没听不着啊。最听多少少？哎，不能听起来是哪？哦，13年哦。是呀。哦，我当做啥人了？我知道你做啥？啊？啥钱呢？大把子能收嘞。哦，不是，啊，那你到这个最近读书进去的了。啊，我丈夫非外头有人进来推门，我拿个门手当做收哈。我收哈，我当时那把子能收点带。用不到带走不？用不到带走。你家听什么呀？啊。像有人够记得。哎，像有不记得。哦哟，说那个像胡适喝的了。啊。那个地分泡的匀落的了。哦。哎呀，这两种火上你当然倒啊，倒的样子喝的了。你可是哪口的这个家？口是过不出啊。我你哪晓得他是分了刀子火家？眼睛看我个不断分好，分火下门得出来。我门到给，这里在领导。洪先生，啥又不记得哇？是呀。哎呀，你生意好乖。生意俩是去年做子的，今年分做些了。哎呀，生意好这个，你不做个？俺没说话，我怎么有小法子？哎呀，洪先生，我反正来进来看你呀。还有啥子？这样子说。那就那上天啊，要我个30片铜钿，还是当时我们讲下去3分的。那么在市面上，因为加上里地不本地不为，更没这样伢子了。是呀，所以这个天人么是看上去不落雨中，怪不会得风呀。可是不是一个2年说的100年3月的呀？那么中国里地不比伢子了。那么地浪向围着真叫。我调为了我做再来，这调是为了我做不来。我在这摸个他椅子哈，椅子让围着不总是要落雨发的。喂，啊，你这样讲啥家？来那讲啥？ 30片铜钿呀！哦，不是讲天气哦。哎。哦，讲30片铜钿。哎。还是你讲我来，我教你。是你教我管。是有讲我也不老是讲你30片。可别讲为我来了。本地不离地，不把跟那3伢子了。是。是家。一个人那要用铜钿的辰光，要是3分钿、5分钿肯吃。咁你哪不帮你？我想教子那改变铜钿，等到我落地么我回来了。嗨。分晓得分掉那改制铜钿在为何弄？我就是那家。自从第2次难杀个别铜钿了。嗨。别讲在进去。哎呀，这样说起来，我表示铜钿不难着哇。做心害我个，做心害。什么子？可是我再难听怪，要不难那个，怎么办法？现在30片铜钿当我跑出来。不拉里。分到这样面对。那你杀疼我呢？不拉里，你杀疼我。太凶了你吧？哦，上次我弄杀他呢，真犯杀怪。这个眼睛，提打了打。不要说啥。3月份之内拿出这一整，我东西这个生意难做快。怎么样也凶嘞？这哪叫凶呢？对我难听呀，儿子嘞。不发气，啥人非要避讳这出路顶好，实在回不去。那你还说我大把商量，你秘书顶儿子。我趟我落定我回啊。可是我专业这样嘞。不是凶家女士发言。不是凶，我这还说我大概还商量吧。你秘书顶儿子。是。哎呦，第三。我听见别人讲讲。说在外场开批个人。市场里向听着2下，也不稀罕。这个都哎，今天的我女听讲174，还做个开批帮我听听吧。
唱开篇不难听啊。这么义气呀！你哪不可苗病，侬哪唱到了开篇的男子？哎呦，先生，不叫你不唱娘，有喊气的娘。啥有喊气的？嘿，啊，听我吃点心啊。可是我那总归来唱，来唱这开篇了。哎，我对里地再唱出里。哎，本地嘛，你慢慢叫把喊，里地嘛我非要来着。哦，唱一张开篇，我的里地统统唱脱。哎，下来与同地回起来还本地喊子。啊哈。啥啥？啊。唱出3招吧。说来别玩。这本地的唱的怎么老的？别，唱就唱。哦，这个唱里地。哎，唱在里地。你开篇欢喜听上帝话的。上帝啊！哎呀，上帝不灵该。哦。上帝们呐，这歌唱在歌当中来好听嘛，叫录得出来海内在里向去，说明了这个嘛不听得了，那么问题。当头的的确没。哎。那么男的俺说起来欢喜听兜底话。兜底嘛，可天啥？他都这个事情听着眼睛对了嘛，大约500岁。我要不然不多。哎。你到头面开篇的蛮难唱的。那种意就是会再稀奇点个喊不响点个唱。唱出新开篇。没喊完。来开篇，哎，中班个两啥的。哎，稀奇点啊。哦，你要稀奇点。哎，稀奇点，这个义气呀。唱本地的。里头。现在用不到这个哇啦哇啦的，什么？你听好啊。哎。我唱与同地叫得还本地哈。里头。发财。吊龙口，吊龙口。张玉芬唱的。唱呀。不是在公公，也做新郎姑。是啥子？母的。我就太笨了吧。加上他一个干部也有90块。是不是？俺是新婚人不收费，跟娘娘90岁啊？一个中时给。啊，稀奇了。来了，还说话啊？啊，稀奇了。稀奇怪。你难听稀奇的呀？哎。那这样稀奇的就是不好。我稀奇的，我唱我起来，唱我起来。哎，你不吃同的就马虎点，让俺稀奇海定他有。唱我起来。你到东方喝出来都比我啊，都比我。加上有两个真郎把某某。喂，唱这流动出来的吧？说开篇的唱流动出来。是吗？到底来听考。啊是啦。少个浪流动。你那个老师这有氧真郎把某某，不对的哇？哪了？本讲昔日种种有氧中来嘛，总归是红喷喷管。哦。哪把某某个讲？还是不对了嘿？还有做某点啥讲？哦，新哈你这个有氧真郎不要红喷喷的，不能把某某。是哇。流动。还是流动？啥啥？啊。新姑娘几岁？90岁。新娘娘。90。对方吧。更大个是哇？可能有氧真郎还是把某某。哦，我这样了嘿。哦，那边里都红喷喷，你用子可能让人家出来的。可难怪，我得分析头发呀。我分析嘛，你听的人家听的要欧上了嘿。我有欧上嘞。才不懂。我得吵起啊，吵起啊。不吃东西，你这还这个去海边去吵起啊。一会困在泥干10啊。最后是听大概到了觉得你说还听了，你忘记里向一嘴，里向最听出来的，天天是个泥干部的说，给你沟通阳看见高点最进去。不对了。小娘。好不？最近都说吧。哎。你哪边也是？你是为是你不同意的了，上当的都搞起的男人来。
是？啊？还唱开篇，你啥辰光来的？你刚补上来。是跑到你才听见过。啊？这个没好吧？还说天吃到你高级不？不是，我当多说捋捋。什么？我捋捋了。我当多说再当我们捋捋。啥不对？还不对了你，别动气。你西瓜的还只会捋捋。那还唱呀？还唱，上回在那当天第三话。好。对不？当我高级不捋捋。不那还唱捋捋。唱捋，上一家不上。这个娘呢哈？娘娘跪在那在里上去，要起口。让少让话。让他不听听。那么我们哪样？来进去玩。啊，我还自己搞在不谁听啊？哎。我哪晓得不谁听了少让话？这个是个寂寞之问。跟那边人家不做新闻啊？不是不做新闻，我本来是想领来进去。啊。但是你要搞，但你搞这么捋捋了吧？大人不做小人事。爸妈领领，我苦来苦来了，现在。唱在对不是啊？我这捋捋了。我做不捋的，不捋的。我明天升过来了。啊。一直弄孩子。我对讲。啊，那么这个读书那边别东西啊。跟我来。啊。一大努力聆听，去不平的京东娘娘等之官，那么也就本不寿命嘛。